录影对录影。好，那个射箭10号。有吗？有拍吗？当好，很好。各位小朋友呢，好，直接坐在那个石椅上面。我们要先等对方呢，他们做，做完的时候我们才过去，这样才不会乱掉。这样你们学到东西会比较。每个人都会做到。对啊，每个人都会做到。哦，术语啦。小朋友是从台北。好像拿小提琴。台北来的。台北哪里？对。你看到伯伯在问你们是从台北来的吗？我们是从台南来的。台南也有台南。还有台东，还有台北。好，可以走。